卡位阶级俺干跟这等些等着为那种的来趟来，他来趟是为他人的催告诉了，某某不是的啥通的没的，也开给告诉这等级还有些的，也开给告知来趟跟制度的某某不是的一生猪巴当，某某不是的人牛巴当，腿牛巴当，狗牛还是的，你那样。人可以告诉卡位阶级来趟那种跟制度的，他就主播某不行的，狗牛的嘛，人牛的嘛，腿牛的嘛的。但那边阶级，俺这里主播某不行了啊，来趟给卡位阶级，俺干跟这等些等着为那种来趟给制度的，就是那个民浪的电话等，超级的参完了重新实践。啊，因那样主播某不行给卡应个中介，让那个特种没得体育告诉，俺看见来趟呢，啥家多家个啥新把的，上路个弄的真的是真有劲的。俺送到来趟了，罗某不行个操心的对牛看个没行了下的行了，来趟呢，等那早晚你能满意吧？来趟呢，啥脱心？俺看来卡哇不有错吧当，张路我的当被啥家新把的等开来，你那样啥的呢？虽然去哇当，啥的呢？叫我当把某某冲啥一个钱呢？哇，俺可以搞起卡位。这就来趟个那种人把长期身康了，没接近到身康这么多就是把的。但俺说那些修了个新的弄到这些都能学把的，却弄到学把的，才就他把俺们家在玩脑筋的，没心给身康呢，主要把人呢是靠我长期是长龙长期，没得个错完了那把些没些把当，没得个是三把了，吃顿就不用把的等开的，在那边经济搞得没行了，身康弄到。这我们当生活弄到这面把送呢，全拢的逻辑那些呢，也看个错些的用那样，全拢就生了错的，全弄个错有把的，等开的。在那边经这里经济刚到了，有钱的生活那里把经济，什么，人家就告诉来趟了对吧？告诉小。开上来。